请记录书。弟兄姐平安。咱早起起来是非常有大的福气。拄则咱听咱遮的妇女团契，也是咱的长辈，因咧吟诗的时阵，因加起来年龄，拢总有1500岁安尼。1500岁的性命，带咱的教会伫上帝面头前，甲遮的天使，含咱做伙学乐安尼嘿。咱拄则前奏首诗歌，我想咱侪人捌听过。You raise me up， 你甲我扶起来，也是你甲我扭起来，就好亲像咱今仔看的100度安尼。首诗歌咧讲起到，当一个人伫艰苦、困难、孤单、无伴，甚至是破病的时阵，伊去帮助上帝，帮助耶稣，耶稣就甲救起来。甲扶起来，咱会记这首诗歌，伫几年前有一个歌手，伊叫做 Martin Hilton， 伊来到伫台湾迄个时阵，高雄拄好发生气爆。这个 Martin Hilton， 伊原来是一个学声乐的人，总是一直无机会通演出，所以就去做面包，做30年，帮着经济歹，带厝的非常的郁卒。因查某囝就偷偷甲报名荷兰的Got Talent， 就是荷兰的才艺的比赛，无拍算一场安怎，哇！全世界拢知影这个人叫 Martin Hilton。当高雄气爆时，伊来到台湾，今年伊嘛是搁来到台南，含遮的艰苦的人伫遐甲因报佳音，讲无要紧。虽然咱拄着遮个灾难，总是上帝要抽这支手，甲咱扭起来，要亲像咱倒伫病床的时阵，甲咱扶起来，迄种的款式叫做 You raise me up。咱感谢主，伫今年的开始，咱就听到遮尔水的诗歌，咱的长辈1500岁，伫遐带咱来学乐上帝。所以咱甲厝边头尾来讲新年恭喜。耶稣听你，咱知影有一首诗歌，咱足侪人爱唱。这首诗歌叫做《云上的太阳》。这首诗歌是一个咱淡水伫遐开始创作的一首诗歌，因为一个子弟老师爱来淡水教学生的时阵。迄天发现伊个子弟，伊会家己煞去用头地去安尼，所以非常的郁卒安尼嘿，人水拄好伫遐咧落雨，所以伫迄种的环境的中间，伊就创作这首诗歌，叫做《云上的太阳》安尼。这首诗歌也是我一位朋友足爱唱，每一届阮做伙时，伊拢点要唱这首诗歌。伊就是前矫正署的署长，叫做吴宪忠。有一届，伊对台湾必须到伫日本出差的时阵，要坐飞机进前，因查某囝交互伊一张批，伊讲爸爸，这张批你万请袂看，你到飞机顶坐到半空中的时，你才甲头开看卖安尼。到半空中的时，你就甲透起来。查某囝甲讲，爸爸，这时阵你骑飞机落摔落去的时阵。你要去倒安尼？你要去倒？伊讲我甲妈妈，阮拢要来上帝遐。你要去倒？你要去倒？伊看一个行一条，到伫日本的时阵，马上找教会去到伫教会礼拜，无拍算，伊得到伫个身上即个种心理性的异地，因为伊伫台湾发现伊有肝癌的细胞。伊的爸母拢足少年的时阵就肝癌过身去，所以一直郁卒，这个病心会夺取伊的生命。无拍算，伫迄天第一遍参加日本的一间教会礼拜的时阵，
伊感觉伊的身躯一直烧，一直烧，哪亲像去互电着共款安尼。后来转来到伫台湾，搁去做检查，发现伊肝癌的细胞已经拢消失安尼。伊就去到伫教会伫遐来洗礼，诚做桃园圣教会的会友。伫2015年，咱知影伫电视有一个惊动台湾，甚至全世界的决议，就是有6个人，因举手枪，举300个子弹，举一支冲锋枪，冲入去大寮的感觉安尼。迄个时伊拄好做总指挥官，冲入去的时，伫电视顶你会当看见足侪人今仔日下暗一定死足侪人安尼，因为遐尼大的武器，绑架迄个典狱长甲一寡官员安尼，伫遐要谈判，大家想讲哇，下暗即回一直会死足侪人安尼。这个时阵，这个吴宪章，这个兄弟，伊就敲电话，互所有捌的朋友、教会，讲这个时阵，你若咧看电视，请你甲我共款，跪落去祈祷。阮就甲伊共款，跪落去祈祷，无拍算迄个暗，一个性命都无损失。反正遐个绑架的囚犯，6个人安怎举枪家己拍呢？每一届下面三甲做伙的时阵，伊讲即个故事的时阵，伊讲伫伊的生命信仰上的经历，就是像即个云上的太阳。有时咱看啊，感觉是黑暗、无望，总是上帝因阮来讲，要搁甲咱扶起来，要搁甲咱救起来，互咱看见伊的阳光安尼嘿。伫顶礼拜日伫阮的教会善良教会。当我讲道煞了的时阵，有一位姊妹，伊讲牧师，我敢袂当做见证。这位姊妹伫去年年初为荷兰转来到台湾，染着病毒，结果伊所有的神经拢袂振动，神经的传达拢袂振动，敢若2厘目睭安尼，会当小可黏安尼，倒伫变成3个月。阮的教会为着伊流目屎，一个为荷兰倒转来的姊妹，无缘无故，煞变做袂当振动，骹手啥物拢无知觉，敢若2厘目睭会黏安尼，3个月，拢是这种的环境，样样要放弃安尼，总是阮的教会对逐礼拜为着伊。流目屎祈祷，到伫顶礼拜，伊用轮椅塞来到头前，伊讲即个时阵，请恁将你的手举起来呢，阮逐个拢举起来。伊讲我为着要手安尼会当举起来，我努力6个月安尼，才会当互我的手渐渐举起来创啥？举起来祈祷，举起来学了上帝。阮大家拢非常的感动，一个个我的生命，伫教会礼拜中间来讲起到由 raise me up， 刷落去，这位姊妹，阮阁刷落去，有遮个全地演讲，咱看见伫倒手评价，伊就坐去伫钢琴的顶悬，伫遐开始弹琴，开始唱歌，因为伊是四大音乐系毕业的学生。当伊那弹的时阵，阮所有参加的人目屎哪流。福音是啥？福音伫原文的意思叫做原价量。咱常常讲福音是啥？好消息对无？什么好消息？是跳楼大骂的好消息，还是什么款的好消息？主已经告我得胜的好消息。迄叫做福音安尼，叫做原价量。就是当时伫犹太人，无伫当时的希腊人，因去战争的时阵，因第一个转来报告讲，
咱赢咯，迄叫做原价量，叫做福音安尼。所以本来先生伫今仔日罗马书的第1章的16节，伊安尼讲：我无掠福音做见效，因为上帝的权能要救拢总相信的人。拢总相信的人，包括啥？包括你甲我呢？包括你甲我。咱知影，咱拢捌看见这幅图，米开朗基罗所画，等于画这幅图的时，也真少年，1511年、12年的时阵，这幅图咧描写咱看见伫创造的时阵，上帝拼命要甲亚当啥相接触有无？你看有这幅图无？伊安尼足拼命要伸伊的手揪亚当的手，结果亚当安那？倒咱遮连要插伊，倒毋插伊安尼，连要插伊。有时上帝予咱的恩典，拄拄是亲像安尼。上帝拼命要甲咱接触，要摸着咱，要揪咱的手，总是咱安那？安尼不在乎安尼。米开朗基罗当伊创造这幅图的时阵，伊写互伊老爸一张被，安尼讲：爸爸，我感觉我一世人虚度光阴安尼，上帝救我。米开朗基罗当伊出世的时阵，真细汉，因老母就过身去，所以就互人送去一个拍石师傅伫遐来甲伊抚养安尼。所以伫伊生的中间，伊感受袂到迄种老爸的疼呢，就亲像亚当同款。离足远的，常常要拄着，总是永远安那袂伫遐来相逢。不如先生伫一生悠然相想，有时感觉伊所敬拜的上帝是一个严苛的上帝，毋是一个慈悲怜悯的上帝。一直到伊伫信主了后，伊才感觉原来我所敬拜这位上帝是怜悯疼痛的上帝安尼。所以伊伫安尼讲，选择怜悯是上帝的主权，总是你嘛有你的自由，你要接受，也是要拒绝安尼，也是要拒绝。伫今年咱的圣诞节，伫教会广播，我看见一个真感动的报道，因为几十年来，咱的教会第一遍，咱足侪兄弟参与伫圣诞节暗时5月报道会有无？伫咱的面头前，迄个是上帝予咱真大的一个恩典。原来咱的教会是伫细条巷仔内底，对无？总是因为蔡兄弟奉献，所以迄个全拍开。迄个拍开要创啥？是一个传福音的大门。免者每一届伫假日来到伫淡水，看咱的教会安尼出名的时阵，想要来甲咱接近的时阵，伫即回 Christmas， 咱做一个足好的见证。咱将咱的广场甲拍开，将上帝恩典甲遮的旅客伫遐来三甲分享安尼。咱看见倒手边这牧师，咱拢捌，什么人？少年的咱毋捌，年纪较大的可能会捌。陆先春牧师，陆先春牧师是咱淡水教会出身的囡仔，伫淡江教真久，后来到伫三峡做牧师，到伫1947年的时阵，孙雅各牧师派伊到伫山地，特别伫阿美族的族群，甲吴文治牧师，两个伫遐做工做20年，互你要建设偌济间教会，马甲博士伫台湾建设60间教会，只为两个牧师，咱的陆先春牧师伫山地教会有20万人的信主，建设167间教会。咱应该感觉骄傲，咱淡水出来的囡仔的牧师，
互上帝用诚做世纪宣导的一个信念。中啊，咱看即幅图，你若捌到伫天母有一个所在叫做圣安娜的疗养院，到教育院，遐有50个遮个重智障的囡仔，有个人入去6岁，然后伫遐住50年，到即摆56岁也伫遐。我第一遍对10多年前，阮的一个团体，每一届元旦的时阵，拢会去下面做伙做礼拜。我第一遍去的时阵，人讲牧师你来讲一个道理，叫做上帝听你安尼，我讲袂落。我看见遮个囡仔，因安尼摕你啊，喙那流，目睭吊吊，你要来甲讲上帝听你，像咱今仔所讲的。新年恭喜耶稣听你，我讲袂出来呢，我讲袂出来。当阮还袂唱歌的时阵，我甲阮所有的人，伫昨昏阮有原50几个囡仔去下面做伙敬拜上帝，讲咱先来下面互动，先来甲摸一个，先来讲耶稣听你。当阮遐个囡仔乐团咧唱歌的时阵，因袂振动，总是会当感觉伊的目睭，甲你伫遐三甲咧学罗上帝。阮唱一首诗歌，叫做《赞美主哈利路亚》。阮感觉遮个囡仔伊袂晓诶，伊伫遐直打拍子安尼嘿。要咱将咱的福音传去伫遐需要的人的中间。倒手边咱真熟的。迄是甚物所在？咱教会头前即个阶梯，一年的元旦的时阵，坐伫头前的，这是一对法官，甲伊的女朋友，后壁遐个人拢是更生人。有一届阮去南州，伫遐教育的时阵，我邀请即个法官甲阮做伙去，伊甲我讲：“基牧师，莫讲我是法官，我甲因是对立的安尼。”总是交由刷转来，伫游览车顶，我就请这个更生人来讲你的生命转变的过程。结果，这个法官到尾仔伊阵徛起来，伊讲我甲恁讲，我就是法官，我就是甲恁判入去监狱迄种的法官呢。总是今仔日，我对恁的见证，我非常的感动。真正爱去关家，毋是恁，是我呢。因为我一世人做法官，总是我毋捌认捌上帝。所以对迄点，经过2个月后，伊甲我讲：“基牧师，我敢会当来恁办公室坐咧安尼？”过去我若亲像一个受关，我的心灵受关的人，总是我掠做我是法官，咧断人生死的。总是有一天，我要伫上帝的面头前，上帝要审判我，要审判我。咱圣诞节拄好过，天使报遐个故意的人讲，毋免惊，报告互恁的大欢喜的好消息，是关系万百姓安尼。伊 Christmas 咱拢会吟着即首诗歌，哈利路亚，有无？至少咱嘛捌听过，吼啊。特别到伫弥赛亚第44首的时阵，哈利路亚 chorus 是韩德尔所写。韩德尔第一遍发表这个诗歌的时阵，伫英国所有的遮个收入买票，拢捐予一个儿童的病院，甲遐个做家乐工课遮个机构，为什么伊安尼做？因为当时伫1942年、41年，伊的人生到伫上阶站。咱有机会听弥赛亚时阵，拄开始非常的黑暗、混沌，会感觉到伊将那个无望的种，因为韩德迄个时阵。
伊的人生就会到伫上底安尼。伊所写的歌曲无人要用，伊佫差不多用要中风安尼，伊就开始读到即个圣经节，以赛亚第40章的第1节，讲安慰我的百姓。所以咱若听弥赛亚第一句话就是即句话安尼，伊就坐落去22天。完成弥赛亚的这个创作，写到哈利路亚 chorus 的时阵，伊就讲我看见天开，目屎流来，跪落去祈祷，感谢主安尼。等于创作哈利路亚弥赛亚了，伊后壁甲签一个名叫做 SDG， 这是韩德所有的作品内底，最后伊拢会签这个名，显示的名，迄个名叫做。威荣上帝，拉丁语叫做 Solavio Gloria。对咱开始，我的生命要诚做荣耀上帝的器具。因为伫30年前，伊有写一首诗歌，非常的出名，声角的拢捌唱过，叫做《小皮安嘎》。声角拢知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讲起，我亲像一个家受。伫我内底的心灵受束缚，袂当自由讲主啊，请你互我得到头棒。30年后，伊真正得到头棒，所以将所有这个第一遍的收入捐互遐个伫监狱伫遐三角做工的人安尼。昨阮到遮个囡仔，伊拢毋知影我咧唱啥，因敢若。有感受的2句话，叫做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这就是很多伊的弥赛亚一直要甲咱传达的一个信息。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了记载耶稣到伫人生的最后，伊知影佫无偌久要上各各他王顶受哩，伊的心非常的悲白。艰苦，对我亲像到伫最低潮的时阵，有一个西文是泰戈的，这个泰戈的西文为什么邀请耶稣来到因兜？因为伊的泰戈就是耶稣家己好的安尼，总是当伊请耶稣来到因兜的时阵，伊无请伊坐大位，伊请伊去坐大一个。角落内底，耶稣感觉受忽略、受轻视，也无采我甲你麻烦边甲你，还搁你请我来食一顿饭安尼，甲我侮辱安尼。你来也无甲我摸一个，按照犹太人的律例，你爱甲摸一个，爱甲伊洗脚。伊讲你啥物拢无，敢若叫我倒遐坐。所以即个妇人人。摕伊拿达香油，看见耶稣伫遐坐，就拍破拿达香油来抹耶稣，抹伊的脚。耶稣的心感觉非常的啥烧热安尼。一个无偌久3工要互顶受哩加耶稣，互人软弱。因为这个妇人人了解伊的艰苦，拍破拿达香油，遐尼贵重。所以耶稣非常的感动，伊安怎讲？伊讲对他开始，福音传到什么所在，这个妇人人所做安怎？要受纪念。咱感觉耶稣内底迄种诶安慰安尼，所以最后伫路加第7章，另外记载讲，伊就甲妇人人讲。你去，你的神救了你，你会当平平安安倒转去。所以保罗先生后来咧写罗马书第1章的17、10的时阵，伊讲福音是啥？福音是上帝的大能，上帝已经伸手咯，你愿意甲伊相拄吗？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啥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伊伫遮讲，伫福音的内底，上帝的义已经显明。什么是上帝的义？上帝的义就是上帝说话、宣话呢。上帝讲：“我是听的上帝，你也愿意存你的手来领受这个恩典，你就会得到救。”上帝说话、宣话呢。所以保罗先生伫遮讲，福音伫上帝伫福音的顶端伫遐显明，对神啊，到伫神。请咱今仔日，咱诚做上帝的囝儿。咱得着救，什么原因？第一，上帝的义，上帝是信实伫古早时代，伊甲阿伯拉罕讲，人要因为你得到福气，只要伸手来接，伊就会当得到这个恩典。第二，为什么会当遮呢？班义，毋是班义。耶稣伫十字架顶，耶稣的出世伫上卑微的马座。耶稣的死是钉死十字架，世间上残酷的死安尼。耶稣付出这种的代价，耶稣基督的信福，互咱有机会啥得到救。最后，你的信靠，你愿意相信耶稣甲你讲的？所以保罗先生引用哈巴谷第2章的第4节，伊讲义的人要因为信来得到活呢。什么是义的人？义的人毋是讲咱道德高超，毋是。圣经内底咧讲义的时阵，表示讲你甲上帝有一个真亲密的关系，叫做义。你要因为你的信靠来得到啥？得到活呢？伫咱的生活。基督教的生涯中间，咱为什么坐伫遮？每一届我拢来教会坐伫遐，我的隔后壁面有一个90几岁的姊妹，有时向伊讲英语，我听伊甲伊的伊今仔坐伫头前，伊甲伊的看护伫遐用英语，我会当感觉因的互动，哪较亲像啥？一家人共款安尼，上帝互咱诚做伊的囝儿，毋免半五小半仙云，互咱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当一个看护伫咱的身边，咱要用什么态度来接受伊？是毋是因为伊来做咱的看护，有机会伊愿甲咱共款，诚做上帝安怎？会理路安尼，保罗先生讲，福音是啥？要救一切所有的人，包括什么人？包括咱的看护安尼。最后要咱做伙来听一首诗歌，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咱知影有一个一直和美丽馆做伙做工的迈克·史密斯，伊将这首的诗歌伫遐家己唱出来。这首诗歌咧讲啥？伊讲上帝是超越万有的，总是愿意来到伫咱的世间。上帝是超越一切，总是伊来到伫世间，为了咱亲像一蕊的啥？一蕊的玫瑰花，互人打大涂骹。互人送入去山洞，将伊的身躯埋葬伫遐。总是对伊来讲，这拢毋是重要，因为伫伊的心内，什么上重要？伊讲就是你甲我，叫做 above all， 超越一切。上帝伫伊的心目中，遐个拢毋是重要，你甲我会得救，才是重要。伊愿意诚做一个上卑微的婴孩，伊愿意诚做一个受残酷定死的囚犯，这拢无重要，
你甲我的得救，成做伊的囝儿，迄才是重要，请你甲拍开。全能，超中华，超中守着，好宇宙中华路，超中智慧，好中了的道路，是你창造天地后万物，超中国度。这世界设置我手上山，瞧这世上的财富和崇拜，无一事不能为你相比。历史在埋葬在石洞。拒绝后孤单，像玫瑰，早见它在地，像过死亡，你不念我，查无一切，超乎中天人，超乎中华。超乎中受造和宇宙中万物，超乎中智慧和众人的道路，是你创造天地和万物。你也对这个时光，也当将你的手放伫你的时光来感谢上帝。超乎这世界所知和所想象，超乎这世上的财富和珍宝，无一事不能与你相比。历史家埋葬在石洞，生命被拒绝和孤单，像玫瑰早见它在地，胜过死亡。你不念我，超乎一切。历史家埋葬在石洞，生命被拒绝和孤单，像玫瑰早见它在地，胜过死亡。你不念我，超乎一切，像玫瑰早见它在地，胜过死亡。你不念我，超乎一切。现在三个阿头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感谢你，你是扶起阮的上帝，你也是救拔阮的上帝。感谢你，互阮伫你的厅内底来到伫即间教会。感谢你伫153年来，你将你的恩典放伫即间教会。你家己做根基，做主角长，阮伫遮三甲建立即间
有疼、有阳光、有历史的阳光的教会。恳求你，互阮的教会会当将阮的门拍开，将福音传达伫每一个来参观的每一个人。阮诚做你的器躯，因为你甲阮讲，福音是你的大能，要医治，也要拯救所有愿意来到你面前的人。主，感谢你，互阮的教会诚做即种的祭司，诚做即种的器躯桥梁，要将你的福音伫台湾这个所在遍传到每一个角落。互阮的忠直，阮感觉荣耀，因你选阮做你的器躯。阮管理这间教会，阮所有的拢诚做你所交代真重的关键。祈祷奉耶稣名，阿门。